世界万行代，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讲到这几日，尤其这2、3礼拜以来，大家就讲是毋是热过要来大风吹，要大换人，但是看起来要换，敢若歹换。事实上来讲，行政院热过伊落伊起大菜糜，毋是咱要讨论的主题。检讨改进台湾强好，这是所谓探空内面的金丝雀。过去、今日、甲未来，顾人民生活之所爱，这是执政保证的大金牌。今天来讨论看卖。首先来绍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是台北医学院通识教育中心的教授张国成张教授。主持人好，大家好。那么第二位是国政基金会副研究员李正修李教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三位政治评论员张明佑。主持人大家平安。那么第四位资深的媒体人陈浩志。大家好。那么首先呢，咱就来关心讲。到底是毋是已经做过副总统的陈建仁要来接到这个内阁呢？那么真正有风声来讲，行政院长苏贞昌会辞职，而且就是由所谓的前副总统来接任，而且前桃园市长郑文灿要来接到副院长。大部分认为呢，这款的组合会应该开创新局，但是这时阵。总统府表示，咱到立法院的议会会期的这个结束了后，会进行讨论，也就是讲，也未会期结束，也未讨论。民进党9月3股大败，内阁改组声音一直继续。媒体报道，行政院长苏贞昌在伊甲总统蔡英文见面时的提出时程，确定人选一定锁定前副总统陈建仁，结果由前通市长郑文灿做副阁揆。民进党立委大部分表示赞成，认为使开创新局。如果未来是陈建仁前副总统和我们的郑文灿前市长，那可以说是信赖加圆融的组合。我想他责无旁贷，他的下台是一个展现政治负责的一个最高的一个精神。那个问题当然是那是总统任总统嘛我相信应该是问会调整嘛民进党团干事长罗致政认为，这阵的猜测无必要，也不过国民党团已经清调开记者会，质疑陈建仁进前护航高端，加入民众党了后表现真糟精。民众党立委罗香玲也烦恼，陈建仁行政助理不足，会向郑文灿不要将他授权。公布之后，我们希望全民一起来检视他的荒腔走板的相关做法。我们党团绝对强力执行。但是在就行政的历练以及作为这个国家大政的内政内阁的这个大家长，我是认为不是太适合。对此，总统府以4点的回应来表示，曹总统对着苏贞昌带领行政的团队表达肯定加感谢。现阶段上届优先的工作是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会使顺利来审查通过。下阶段内阁调整会伫立法院会期结束了讨论有定案会向各界报告。记者综合报道。咱首先要甲观众朋友来说明，咱毋是一般的政论节目，咱毋是要讲向要做、向歪做这种权力的问题，咱是要来问讲，什么物件对着全民是成有利的？尤其对着民进党这摆所谓的期中大选选了真差，到底是行政院长做了真差，所以大家来投票，还是讲做了真好，但是人民无感受到，所以？民进党要检讨什么，爱做什么。另外，国民党这部分除了一直监督，国民党会当提出什么相对性的这个政策，来对着民进党来做上好的这个建议甲监督这是咱的重点。但是咱一开始也是来问讲，是安怎这几工看起来大家就感觉无啥，一看看起来敢若要换，又搁敢若要死，敢若无死。张老师，你感觉咧？你所收集到的这个资讯，还是你的判断？我看苏贞昌院长要换可能性应该是真悬啦。为什么呢？假使总统爱留伊，即马就会当出来讲，绝对无这种可能。
对做人一定是安尼嘛。应该100%就讲无即款代志。无即款代志，一句话就解决。但是即马咱至少要咱安尼摇安尼。录影的时阵还未听到即句话嘛，还未听到。所以咧，所以议长可能会离开，伊即马职务应该是可能性足悬。而且咧，即马未来一年吼，假使哪个的人吼拢老，苏贞昌一个人离开，安尼一民主嘛就歹看。哎，所以咧，未来吼可能规个行政院的哪个的这部长的，规组人拢换，规组人可能换的这个比例吼，应该是足悬。对啊是，那讲有一种可能讲，本来想要甲换，后来佫想讲，安尼办事敢若无，唔对呢。尤其头咱听到即个新闻大内面就讲啊，讲即个会期还未结束哦，佫有人放消息讲因为即个审查总预算咯，若是即个厝起一半，那师傅换别人，佫来重新佫来，安尼真麻烦。敢有即个可能性讲，想想佫无爱换？这个吼，我听到的这个消息是讲吼，未来选举剩一年，就是今年啦。是。因为明年的年初吼就要选啦。所以咧，新的内阁吼，一年的时间尔。所以咧，即马假是换新人吼，一年的时间吼，敢有时间互伊熟悉，吼，敢有时间互伊对即个政务足熟的。讲实在嘛，毋是一件足简单的代志。是。所以咧嘛有人建议，就是现有的人吼，就继续做，嘛差不多。这就第二个问题就出来，就是即边选举的失败吼，到底是偌济原因是即个内阁做甲无好，假是咧是真正大部分的原因是即个内阁做甲无好，当然爱换。但是咧嘛有人讲，即个内阁多一个部长做甲好歹。其实关系无遐尔大。你这老一个话尾吼，咱需要好好啊一个检查，到底行政院长苏贞昌这4冬以来做了啥物好事，做了啥物互大家学乐，还是大家袂记得学乐，还是讲做了真歹，大家一直过去一直骂。还是讲伊做甲好，大家学乐，但是选举无感觉好。袂记得了。袂记，或是嘛是其他因素，而且咧，即马。找讲新的人来做议长，好，假使咱有一个就是这个讲法，就是苏贞昌做甲无好，吼，所以咧为着检讨选举，就换一个新的人。但是新的人吼，对选举的检讨，吼，敢有真正到位？真正讲新的人来做，另外一题哦，对，会改变苏贞昌的缺点，吼，互做甲足较好，吼，这嘛无一定啊。所以你一困啊，等3个问题，伊就读较大呢吼。因为民进党假使吼是一个亲像其他国家政党吼，每一个党内重要的人物，拢讲我讲这个问题是伫对，这个人讲迄个问题是伫对，结果咧总统讲好，你讲的较有效，你讲的检讨较正确，所以请你来改善，请你来做，安尼嘛正常啊。但是咧，即马可能的人选吼，毋是歹。但是咧，伊是毋是会当真正改变苏贞昌可能的缺点，还是单纯的只是换一个面？我想吼，这足重要，因为总统共一个人啊，所以咧，过去民进党做甲无好，即摆一定换一个人吼，敢会真正改变人民的感受、人民的观感？老师，你改变我的问题啊，就是讲安尼换，是毋是换汤无换药？这个我小弟来问。其他3位我先请教李老师。李老师，你感觉咧，这是毋是换汤无换药，还是讲，即摆因可能是想讲呢，要好好来检讨，是安怎？另外，他都有一个问题，就是讲，到底行政院在过去这4冬做了真好，互大家无熟悉，还是讲真正做了歹，大家真论声吞气？在过去其实国民党这个国民党无一定选得好呢，所以。是毋是讲迄阵时做得好，即阵时做得歹？我问题拢含参做位啦，其实你会当统一回答。是，其实吼，咱若看这个苏贞昌会去要走，还是要留吼，其实真简单，因为其实伊甲蔡英文，大家拢知影，伊甲蔡英文蔡总统的关系哦，其实长期以来已经其实拢足紧张的啦，足紧张的。伊为什么要做遮久？
就是因为讲，迄当阵大家认为伊对选总统这个咧较无愿望，所以咧民进党内面的派系大家拢会接受，因为伊若个替蔡总统若守好这个行政院，若这个政绩若讲得好，安尼20明年嘛，吼，明年的选举来讲，对民进党来讲是一个好牌嘛。因为院长已经讲伊袂上啊啦。对啊，是一个好牌嘛。啊，问题去年大家拢知影，去年这个选举选了大败以后咧，不止国民党，不止大家甲这个矛头吼指向苏贞昌，嘛指向李老师，蔡英文。你直接讲，你感觉苏院长这4档做了好，还是做了歹？当然有好有歹啦，咱必须安尼讲啦。有好有歹，啊是超百分之几好啊，百分之几歹。这吼，这正正拢爱看大家人民的感受，因为这几档啊，当然因为这个疫情嘛。老师，你要分2摆甲我回答无？一个是人民的感受一种是你个人主观的看法。是，当然人民感受是讲，感觉讲，这3档大家因为疫情嘛，所以其实看起来台湾经济发展其实无遮差，吼，甲别国个比较起来，无遐歹。啊，所以感觉讲，苏贞昌啦，这个苏院长做的，其实佫袂歹，因为为这个民调，这个结果大家看得出来嘛。选举前吼，进前伊的民调其实无遐差，大家拢知影迄个尤云龙主持迄个台湾民的基金会，伊每个月民调其实做蔡总统加苏院长2个民调其实拢无遐差。问题咧，到选前1个月到选后，因2个即个民调的结果落个足离谱的，所以不止国民党，还是不止在野党想要叫苏贞昌来下台，包括民进党内面有的派系的人，其实嘛讲苏贞昌应该爱来啊，因为你无可能叫蔡总统来。老师，你是用这个回答我讲，伊应该爱落台，伊做了歹。因为吼，这是事实，就是因为选举是一个对一个政府的一个检验。老师不要紧，你无讲的，你会当直接讲，不要紧。无因为选举来讲，拢是对这个政府执政党的一个检验嘛。所以你若选歹，大家拢感觉讲，是毋是你行政院还是倒位有问题，所以人民才无继续投票继续支持你嘛。所以这个时阵。按这个民主的政治来讲吼，迄个行政院长内阁，照理讲应该拢爱总辞啦。啊，这麻烦哦，咱咧台湾话吼咧讲吼，土水西吼惊抹壁，吼这个惊掠老啦，吼医生惊地扫，到底这摆这个扫是倒伊引起的？是 COVID-19 引起的，还是讲是安怎变做这个民调突然间在选举的时阵，突然间掉落来？咱来看这张图，这本队吼满意的，对苏院长满意的，其实对2000年拢袂歹，但是一路落来，这当然是可能是 COVID-19 的期间啦。但是死亡交叉的时阵，迄是差不多伫选举迄阵时。民友，你家己的感觉？我是认为安尼啦，因为这3年台湾拢受到这个中国武汉肺炎的这个疫情 COVID-19 的一个影响啦，吼。当然内阁较安怎做啦，吼。全世界你也看，其中的选举拢是共款，其实对执政者拢是不利的啦。因为我会记得我今年差不多5月的时阵，我家己本来有要选举嘛，你走街，去我的新店的时阵，我就发现一个状况吼，大家你买这个快筛。这排队的人拢差不多到我年纪，过去拢是对我真支持。我选立委的时阵，这少年人拢徛出来甲我支持。但忽然间，因的面色拢怎变啊？啥怎样呢？因为买无，迄当咱快筛机柜拢塌掉的。所以即马大家开始对内阁有一寡不耐烦吼，这是情有可原啦。但我要讲的一件代志，民进党是一个派系政治的一个团体，所以你每一届选举了后，包括2018年。你注意甲看哦，赖清德迄当做行政院长，伊的满意度其实无比苏贞昌较强，无比即卖苏贞昌较强。
但是迄当初伊咧解决台湾五缺的问题，因为2018年，这个川普开始对中国做经济制裁，所以真侪台商要返来台湾，啊，必须要去解决五缺的问题。但迄当赖清德足认真拼，奠下咱后壁基础啊。但是选举就是足现实的，选举出来人民无感觉的时阵，伊就要斗你。啊，所以就变做讲赖清德迄当时时下台，下台了换苏贞昌去接。你看苏院长对2019年1月14号就任，甲即马差2天的时间，就满4天的时间咯。这是有史以来台湾做上长的行政院长。但是过去你也看，不管国民党还是民进党，拢有一个接班的提出，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哦。因为陈水扁总统时代8天的时间，拢有所谓中生代接班的提出，但是民进党无啊。啥物民进党无？民进党伊苏院长伊做了袂歹，咱嘛老实讲伊做了袂歹，必须包括经济问题，包括这个学生的问题，包括顶教的问题。阮遮有列出来啦吼，佮非洲的低温啦吼，啊，这个杀这个动物专法啦吼，这是安尼。简单甲伊做重大的这个结果来甲写出来啦吼，这其实对一般的这个民众来讲，我即摆就是问这个问题，就是一般的民众感觉你做了好，你可能感觉你做的应该，但是我要爱你无我，你头仔个你讲的，你一开始就讲，我要领这个快筛机，我要买无，我就一个面就落落来。对啊，这啥拢会安尼？因为迄当阵全世界拢咧塞车的时阵，台湾包括这个疫苗的问题。嘛是买无啊，吼，然后所以真侪人真气愤啊，啊加上即个媒体啦，啊是讲其他政党的人，落去渲染的时阵，嘿，大家就开始对这政党开始支持啊，因为我现实上我就买无嘛，吼，所以我要甲各位讲就是讲，这定定我讲一个故事啦，吼，我定甲阮囝讲吼，你考试爱考好势啦，你即届考80分，后会使考90分无啦，啊我逐工甲定个到尾伊考90分的时阵，甲我讲。迄是我家己努力，甲你无关系。这大部分的人心态拢是安，你袂使去怪人民嘛。所以我听讲责任政治这件代志，对民进党来讲是非常的重要。哦，所以朋友，你是赞成讲应该落来，因为这是责任政治。无唔对，所以我要甲各位讲就是，嘿，结果论嘛，因为选举的结果就是安尼嘛，你要有人民有感嘛，所以张总统府写迄几个声明后壁。捞一个话尾嘛，伊调整的这个幅度内底，我是认为你搁较安怎调，大家对人民吼，人民的观感伊是足直觉性的，直觉就是要安尼。所以你安怎调讲哦，我这个交通部换人啊，我卫福部换人，我啥物部换人，我农委会换人，但是对人民来讲无，这来个总体就是苏贞昌3个字，爱气象一新。对啊，所以。你唯一要改变，你就是爱改换落来，换这个中生代，啊是其他的人就任，啊，互其他中生代当接班。所以咱看这个总统发言人嘛，讲了真艺术哦。伊讲吼，应该后续相关的措施，应该进行着必要性的相对应应的调整。来回应着人民的期待。平时啊，你会记你来过？你头我去做总统府发言人哦。来过，你注意甲看吼，我差不多，我开始看这个苏贞昌就台到即马吼，第1年的时阵就真侪人甲我讲，民友啊，来过一定会换啦，一定会换什么人的啦，什么人要就任啦，哦，只要会期结束了就任啦，啊，第2年嘛有人甲我讲，第3年嘛有人咧讲，哦讲。有反省吼，这个通市长要做满，伊就可能去做行政院长啊，吼，一直到即马为止，伊就满4天的时间。所以你注意下看哦，过去总统府第一时间呐，哦，不管是张敦涵啊，其他发言人，拢会对外发表正式的声明。无啊，这届你袂感觉足奇怪吗？哦，你甲张老师的看法同款。早时9点，礼拜3例行的会议，不管是立法院长、行政院院长啊，其他的部会。啊，甚至是副总统入去官体了后，媒体啊，不管是其他的所有的政论啊，是新闻台就开始讨论啊。这中道啊吼，连伊出来可能就是苏贞昌总时啊，开始要发表声明讲来个要换，但是你注意甲看，这届总统府都无发表讲要换，
但是讲会调整，但是无讲苏贞昌要死也不爱死。过去咱会记咧看所有政论节目、新闻，只要有这种传言出来，总统府第一时间拢会出来发表声明。但这一届真明显无发表任何讲苏贞昌要死也不爱死的声明。哦，这我来问何事吼？在你的看法，尤其你长期咧做这个资深的记者吼，这个发表新闻也好，还是对着媒体这个态度，伊讲这个话。咱当然一开始就讲，咱唔是讲要来要讲伊要起来，伊要爬落来，是讲到底苏贞昌吼是真正做得好，啊人民无认知，这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所以伟大无情的人民，吼，还是讲啊就真正做得歹，所以咧换人做看卖，啊你会感觉？你事啊安尼，你讲做了好，这就大家我就接受啦。哦，其他就是结果论，就是做得歹。这一定安尼嘛，不然你输甲有史以来上凄惨。对无？啊，你当做了遮尔好，那会输甲呢？这啊，讲做了好是袂通啦，啊，做了偌歹，迄另外一回事啦。是。大家拢讲，即马遮侪人讲民众的苏贞昌会落来啦吼。你问我是看袂到这种迹象，我看不到这种迹象。哦，就是说，你看，就说民进党内底吼，希望伊落来的人遮侪啦。吼，因为选输成这样嘛，好，选输成这样之后，啊，你民进党到现在检讨成这样，民众就是不满意嘛，不满意嘛，你无落来，无安怎，无目睭啊，哦，不管你做了好做了歹，基本上我就无目睭嘛。至于说他不需要下台的理由，哦，拄啊张老师已经讲真济啊嘛，哦，其实那套逻辑就是告诉你说，孙昌其实不要下台，不需要下台，下台也没有比较好，而且不是他的问题，非战之罪了，因为这讲白，这是民众规党的代志，不是一个人的代志啊。规党的代志，本来就是规党的代志嘛，吼，那拢怪苏贞昌那有道理，对不？但是我今天回过头来讲，你看到这2天的新闻，好，昨天的时候，行政院是安怎讲等会期了，我甲总统来讨论这个代志。哎是，好，你要起要留是总统一句话的代志呢？你有啥物好甲讨论呢？你有啥物资格甲总统讨论讲我要落来无？好，所以你会当讨论是啥？啊，其他人要安怎安排啦？这都有通讨论嘛？你家己有啥物好通讨论呢？迄个甲伊讲两句话，一个就讲我无要落来，第二个我的姿势阁真悬，吼啊！你阁看张总统府的讲法是，后加大的内阁调整，吼，要这会期结束之后来讨论。伊不是讲内阁改组这几个字都没有用哦，都没有用到这几个字。你不要讲说总统今天没有否认他要下台，就是他要下台，嘿，不是安内啦。好，起码无讲已被落台，起码两方还在角力。但是我目前看不到，就是说苏贞昌输的那感觉，因为就今天如果说是已被落台，好，就像民众应该想要讲，龙雷公苏贞昌好棒棒，这个人那个男人太狠了，好，做料瓦后，起码洗干搞了工程生队，打来怕婆啊。好，恭送他下来，民有的镜头，无，今麦完全无这种氛围啊，完全都无啊。另外我来讲，就是说我在跑政治这么久，我比较看时辰了，我看时间了。吼，苏贞昌这届讲要发钱6000块这个代志，好，1月1号的时候蔡英文讲，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决定，一起都不爱发。好，过2天苏贞昌讲伊要发啦。好，当然后面媒体就有讲，就是其实那个有一点点他自己突袭的味道。伪装油，你从时辰上面来看。他这个事情一上来之后，他就提到整个政治人的最先，好，民众要发钱，好，这个事情比所有事情都重要。阁揆换不换人往后摆，所以你看顶礼拜，好，除了往世间的以外，无人讲苏贞昌要落来，整个都在讨论怎么发钱嘛，好，告诫嘛是啊，迄阵在亚当讲，哦不要紧，阮即马开绿灯，互你，好，让你今后过年，好。民众甲你讲袂付啊，袂付钱啊，好，一定要过年来处理啊，过年来处理是怎处理？就你嘛苏贞昌来处理，无上处理，好，这时间就是安尼算的嘛。早上谢小新落台，嘛是赶快啊，有人自己要被改组的时候，把阁员干掉吗？伊迄个第一个就是互你讨论别项啦，好，这有一个代志互你好讨论，卖拢来讲我的，另外来讲我还是在做主啦，这2句话，搁时间来看，好。今麦来看，因为今年过年早，好，立法院开议差不多离2月上旬，大概10几号这个地方，一定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因为今年过年太早，
好了，那你今天来讲，如果你有新的阁揆上任，是不是要在这之前？对啊，你过年前应该有。你差不多就过年前就要有，因为最晚是拖到2月10号了。好，那早的话，你应该在过年，大概是2月1号立法院报道之前。好，你就来博，你要让人事不要让按白。好，你今嘛看，好明仔载立法院结束，好，后礼拜剩4天上班，好，加1月30、1月312天尔，6个上班日，好，中间还有赖清德要上任当主席，好。你生活我听都几高你让写的，哪一天可以总辞啊？我看不到了，蒋先生，我现在看不到，我就说，我觉得民进党大氛围上面的确很多人希望苏贞昌下台，但是从你现在从新闻的角力上面来讲，我看不到下台的那个点。当然这东西最后是蔡英文一念之间，但你问我现在看不到。好，他都啊或是讲遐3个拢有意见，我先和张老师先讲，这。看袂到伊要落台，而且苏院长也真强势，咱就知影讲伊做代志真善，吼，伊就讲我安怎，总统府啊点啊，伊讲内阁调整会在立法院会期结束了进行讨论，吼，这是毋是代表着讲，他都张老师所讲的，讲伊袂讲我一定，所以代表一定会落台，可能性真悬，还是像。或是讲的讲，这无一定啊，所以伊会留，张老师。总统府吼，可能希望伊离开的可能性悬啦。无就亲像我头拄仔讲的，假使总统爱留，即句话解决。吼，不管外界安怎批评，即句话我希望苏院长继续为国家服务。嘿，对，安尼一句话就会当解决。哦，不管是遐尔啊悬的职位，遐尔啊身份的人，一般普通的公司机关嘛是安尼嘛。我爱留你，无想要你辞职，我就一句话。头家一句话就好。一句话，希望你继续拍拼，哦，继续留落，哦，一句话解决，其他任何人慢慢想想就解决。但是咧，苏院长咧，台湾的这个官场吼，就是假使我真正要离开吼，一定要表现我对这个名位吼，根本 no care， 我无在乎。一句话嘛是，我配合总统的决定，嘛一句话就解决。伊嘛无讲，伊嘛无讲，所以咧，伊的意思就是吼，甲总统讨论的意思就是讨论其他的人，其他这个内阁内底。讨论有一种是讨论我，有一种是讨论别人。对，我是有意思吼。较亲像是讨论别人，讨论别人。在我面头前讲，我要走，我要讨论讲啥人会接我的位，敢有这款代志？就是讨论其他部长啦。讨论其他部长会开手。讨论我，不是讨论我家己。我免讨论。对，做公务人员的人，无可能讲甲这个头家讨论讲吼，我是不是爱离开？无讨论我家己啦。这是所以讲讨论一定是讨论这个部长。好，这当然。即马看起来就是，而且咧，即马苏贞昌院长的这个过年要到，大家拢知影吼，政治人物拢要印迄个春联有无？就是印一张红纸顶管有名字，露名，对，露名。伊行政院长苏贞昌的这个拢印好啊，印较好势，已经开始咧分。无啦，迄是应该是旧年的时阵就印好啊啦。对，但是咧，我包出去，包出去啊。但是假使选举11月这个。26号选过后吼，假是本身感觉爱离开吼，就无需要迄个时阵就用啦。但是一般我的理解应该是11月初就拢用好啊。你就无办法啦，这无卖法钱，卖法的无偌济钱，摕来做纪念。对，但是我咧讲热铁啦。对，但是重点是吼，这种物件看起来无大，但是做官做较久的人一定拢来知影来知影美角，所以咧。我看即马是，这个总统哦，可能最后决定还是第一啦。好，总统第一咧，总统爱。所以张老师，你有认同他或是所讲的，讲你一看无讲这个院长会落来这个情形。我感觉总统可能还无做出最后的决定。未合决心。最后的决定，因为想要换是就想要换，但是也未合决心。我感觉总统吼是评估吼换有的好处，嘛有歹。
哦，外老师你人，拢无回答我呢？你要看嘛，看是会换还袂换？我感觉外可能性较大，换的可能性较大较吼。大。李老师，你感觉呢？确实啊，我个人。咱先甲观众朋友讲，咱毋是要要讲吼，即个苏贞昌院长会走袂走，咱是咧关心讲，咱台湾即马即未来一年当中吼，新的即个内阁到底会稳定袂稳定？咱人民的生活是安怎？来，李老师。是啊，我个人认为啦，苏贞昌落台的机会其实足大的，因为咧，蔡总统来讲咧是即马一定要有人负责。嘿，而且咧，今年到明年投票，迄个时间咧，是伊唯一蔡总统唯一会用表现的机会。伊若选得好，伊的内阁即个行政院长若选得好，即个人，譬如讲即马呼声上悬的，迄个前副总统，迄个陈建仁，即马报纸大家拢咧看嘛，即大家讲啊，为什么迄当阵陈建仁为什么去年忽然间接入迄个参加入去民进党，迄当阵大家想讲，是毋是蔡英文想要来杀伊，来接伊的班？大家当阵咧想嘛。啊，即嘛一个好机会，就是讲，若因为即个陈建仁吼，即嘛对即个社会踮咧社会形象，其实拢袂歹，大家对伊的观感其实拢袂歹啦。所以伊若换即个内阁，啊若顺续即个换旧的较新的即个面孔入来，头洗洗，无定人民对即个新的内阁的支持度会转来。啊，若转来顺续蔡总统伊家己支持度嘛，可能慢慢转来，慢慢攀升转来时阵，对伊后摆落台会较好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然对民进党后摆今年开始要选举的准备，譬如讲总统候选人，即马大家拢嘛知影嘛，差不多大家习惯来讲，是应该是即马副总统。过年了，大家拢咧想嘛，对嘛？啊，我问题就是讲，即个立委会提名，啊，这嘛足重要的啊。好，这你讲到重要的。张老师小插一下话。苏贞昌院长即马院长是接什么人？赖清德。赖清德的院长为什么爱辞掉？就是2018年的输嘛，所以赖清德就辞掉。所以咧，即马苏院长家是辞掉吼，对赖清德来讲吼，伊的声势会增加。代表讲，这就是一个职能政治，负责。所以咧，民进党有这种传统。假使咧，苏贞昌即摆无事吼，就感觉讲，哦，赖清德辞职，真正是做甲足歹，所以伊爱辞职。好，所以这对赖清德不一定好。老师，你替伊想甲这，我都不要袂想到咧。所以，这个假使讲吼，建立一个啥，这个传统。哦，老师，你搁甲找一个理由啊。人就会受到讲，嘿，这个开始是什么人开始？赖清德开始。哦，这个地方选举应该是张老师开始。地方选举输，我做议定我就辞职。哦，这个对，即摆所以咧，赖清德第一，好，苏贞昌第二，这对民进党是较好啦。好，所以这个我毋是讲应该爱辞职，就是讲这可能是总统考虑的一个理由啦，对吧？开始考虑的一个理由。是，来，没有。我是认为安尼啦，苏院长会落来可能性是真大啦。吼，啊，真大的原因是啊。我也是回到迄个原点啦吼，无一定是伊执政了歹，但是这是一个大环境的因素，也是爱回到讲，像咱即届咱即个税金的问题，加收4500亿啊，本来这是一件好代志啊，大家去思考哦。本来我这是一件好代志哦啊，所以因派的这个人就开始串联讲啊，一人爱发1万块的这个红包，这好代志不过到尾呢收煞袂了，啊，到尾院长出来收煞嘛，这是事实嘛。但是我要讲一件代志，就是讲民进党的传统自2005年开始啊，注意来看，只要是败选，内阁一定总是的啦，内阁一定总是，所以苏院长嘛有事啊，总统啊慰劳嘛，慰劳了想怎？伊即届即个预算案是每年规个国家预算嘛，拢总4800几个案嘛，你就是每一天爱挑灯夜战哦，8点钟满的时间，爱9天的时间。所以最近立法院就咧讨论讲，我到底要甲这个议会搁甲延长到19号无？哦，最近就咧讨论这嘛。我今仔请来宾拢请无立法委员。嘿，所以因就是开始咧思考这嘛，因为最近中国国民党有一个做法嘛，我每一个提案我拢要发表。4800几个案，
你啊一个案甲我讲1分钟，你看伊佫延长偌久的时间，所以这个红包的案变做国民党有一个工具伫咧啊嘛，在野党有一个工具伫咧啊嘛，所以就开始甲苏贞昌开始，所以我认为是安尼啦，总统一定要做革新的动作啦。这个革新的动作是关系中国国民党咩民主进步党的大撇大入无？哦，你讲到党的这个革新嘛？对，因为是即摆现不现15号赖清德就要出来选主席啊。所以我甲主持人报告一件代志，我认为蔡总统呢，伊甲派系政治这种传统较无遐深，一定认为讲后一步要安怎顺利，甲即马台湾主体性，甲民主进步党有法度接班予后一任的总统。啊，即摆最明显一件代志嘛，民进党是定为一尊啊嘛，15号哦礼拜投票，啊就是赖清德担任主席的工作啊嘛，所以伊就变做到3至5月底，拢有一个3个身份，确定3个身份。第一个，民主进步党的党主席，中华民国台湾的副总统，未来总统候选人3个身份。所以这3个身份必须要去配合什么？这个行政团队有法度形成和人民来共享的一个团队无？所以这个代志就关系到总统的职权。所以我无认为讲总统讲，我明仔载要换，明仔载老师啊，你来接行政院长啊啦，无可能安尼发生的啦。总统伊的思考一定是府院党3方要安怎去做沟通。和这1年外的时间，要让这种团队有成绩表现，包括面对未来规个亚太的问题。哦，民友，我甲你整理一下吼，观众朋友可能无这个政治的专业吼。这头一个就是讲赖清德的角色愈来愈重要，这第一。第二个，若要换行政院长，还是换这内阁团队，可能党府啊甲院3方落来坐落来协调。讲你好讲的春车才来开始，所以应该袂即马随时就来换。你的意思是安尼？我感觉袂随时，无可能讲13号宴会。他都何时嘛讲啊？但是一定会换。现主席眼前已经看无啊，应该是年过了后，大家好过年了才来开始。所以你记顶礼拜吼，媒体爆出来你个一个消息讲，无这个预算会期了，就要换哦。啊，到尾有另外一方就讲无。农历年了，要换哦！啊，过年时间讨论哦。顶礼拜就已经报牌，已经安尼开始咧宣传啊。是。所以我是认为讲啊，上有可能性就是这个会期了，才有时间坐落来好啊沟通。啊，到底要派什么人上好？啊，其他内阁成员有什么人要换？啊，你安尼讲，咱今仔日拄好一趴拄好结束。咱就来讲吼，何时我要问你吼，既然党主席的候选人吼赖清德。已经在全台湾各地吼去做这个座谈会吼，座谈会内面吼，一个重点上重要重点就是讲乌金，吼，民进党的政治内面的乌金的问题，吼，不管严不严重，伊就感觉讲吼，咱是过去这个民进党叫做青年乡土，哦，爱乡土，吼，啊，但是今麦面对的这个情形真严重，民进党在内阁安排当中。甚至一定是爱内阁安排，才有通表现讲我是乌金政治，要甲改治，要甲革新嘛。啊，你有啥物想法还是建议呢？我先讲一下吼，周金雄今嘛就说他跟上一次的赖清德辞职吼，一定可以宣输以后要死，以前民进党无行一定要死的吼，赖清德是第一个，因为输甲痛苦，吼，伊顶个输甲痛苦，这个输甲较惨，吼。啊，顶届输了赖清德讲我要死，也不接受慰留，吼，伊就时间到。你苏贞昌起码拖较紧啊，吼，你讲现在辞职是负责任的表现，迄个两回事嘛。起码你讲你现在辞职被人家看到说你是被逼下来的嘛，你这个情境跟四年前赖清德那个是完全两回事，所以不要那个两个东西不太能够比较。另外就说，民进党没有定于一尊，吼，告进我定于一尊。民进党现在的问题就是没有定于一尊。好，赖清德的手就是伸不进行政院跟府这一块，他就是，然后这中间有心结。我来讲，你控一起，你好，就是你看，不管是当初的阿扁下台前，或者是马英九下台前，黑的水掰开嘛，好，
不管马英九也是掰咖，阿扁也是掰咖，掰咖了，事情代志都单纯嘛，你有边啊闪嘛，好，民进党今嘛是无嘛，就蔡英文没有掰咖，所以两个太阳啊，今嘛到底上公料胜，好，如果说今天阻隔，好，今天如果问题真的很单纯，赖清德定于一尊，让赖清德派人来阻隔，就单纯嘛，今嘛就是无嘛。好，基本上就是无力问题这一大堆嘛。如果今天赖清德有话语权的话，我跟你讲一定改组啊。那大家都免讲他济，对不？一样的状况，所以你认为选掉东主席了，也是无这个无法度啦，无人话术。迄就是你就手就准备离去嘛。另外我讲啦吼，以蔡英文来讲吼，剩一档话啦吼，阮讲做兵时都破档嘛。好，怕把球留北风北嘛？你把你会做臭一色，哈，还是你是要做大牌，够可能？今嘛对伊来讲，换甲无换，吼，无遐大的差别啦。你讲换陈建仁就大好，好，民调回到68、78，够可能？啊，问题是苏文昌呢，国外嘛是安尼啊，国外嘛是安尼嘛。今嘛是讲。党内很大的压力，讲阮苏啊总是要人下台，所以有要弄互你旁嘛，过了就过了啊，过去啊，你就继续做嘛，你就是顺风顺水熟门熟路嘛，就继续做就好啊，真正我陈建仁跟周文灿是讲你支持苏贞昌？不是啊，我讲你从蔡英文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嘛，今天这过去这4年，苏贞昌帮他扛了多少事情？你们刚看那个民调。如果没有苏贞昌在前面扛，蔡英文的民调要掉到哪里去？对不对？所有出的事情都问你蔡英文，今晚不是啊，大家拢是你手紧凶啊！真的把他换掉，我跟你讲，蔡英文会很头痛啦，因为所有事情都变成是你嘛，因为换了陈建仁就刚你改给你走啊。今晚不是啊，今晚做不好是剩手紧凶的啊！换陈建仁来啊，都拢人家己旁，你家己旁，够有可能，就是从主观意愿上来讲，我觉得不要觉得说蔡英文有那么高的意愿想要换人，好。那我觉得以赖清德的状况是说，你也不想我被酸 K 野狼啦，我不可能在这时候跟蔡英文、苏贞昌硬杠啊，所以你说我一定要怎么样定于一尊？你看你刚刚攻击这个有无？攻料的温系的啦，所以民进党现在的状况就是两个太阳，这件事情还是民党间问题无解。有人建议讲，这赖主席哈、准主席，你都要硬起来，你若无硬起来，你就是变做炭矿里面的金丝雀啊。无你就是踮咧遐，干来一样啾安尼啊啦。不是啊，这东西就要考虑现实。我就讲说，民进党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因为蔡英文没有掰咖嘛，以前的状况只有选到这样一定掰咖嘛。好，掰咖之后就单纯嘛，大家就重整吼，教训生计吼，要顶来嘛。你这无嘛？这无掰咖吼，这问张老师。这假是蔡总统无掰咖，安尼，假是伊无掰咖，叫苏贞昌走就走啊，敢无掰咖，加减有啦。有卡皮有伤到，但是无掰卡。假是真正掰卡。但是照后期的这个讲法就是讲，就是因为无掰卡，所以另一方面来看就讲，就是直接就来决定乱的就好啊，手伸袂入去啊。这个后期的讲法，我有一点同意，就是赖清德这个主席吼，应该是主席无问题，会当安尼讲吼。准主席啦，准主席啦，吼，伊无想要讲，我手要插入行政院也是对啦。我感觉伊这个人吼做代志有伊咧看，有站啊袂啦。这无意思啊，这个。但是我他的问题，就是讲，我做一个党主席，我应该革新啊。他啊民友啊讲啊，讲民进党应该革新啊。但是民进党的革新爱展现伫倒一个舞台咧？我感觉伊做这个主席吼，重点就是。第一就是选好伊家己本身的选举啦，因为伊受到爱政治吼政策爱革新吼。第一，伊毋是总统；第二，伊毋是行政院长。你安尼讲，伊佫一个人的武林无？对啊，伊是要倒位革新啦，伊要我想袂出来啦。就是摇头呢。对啊，因为伊这个伊本身有站在，第二是主席就会当指挥。咱徛在政论节目的立场，咱当然希望民进党啊做好安尼对民众执政党安尼才有。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民进党的党主席吼，假使伊毋是总统吼，长久以来拢是指挥中央党部尔。阿扁啊做总统的时阵，苏贞昌嘛做过主席啊，这个尤锡坤嘛做过主席啊，夏中庭嘛做过主席嘛。
好，这个三个人拢做站在的，伊就是指挥中东部名嘛，无讲伊想要讲我来影响行政院，啊，莫讲影响总统，这无法度啦。所以张老师，你的意思是讲对着民主进步党的决心，你小可悲观吗？民主进步党爱决心吼，唯一只有一个人有法度，就是蔡总统，其他人莫笑笑。哦，张老师，你咧讲的敢若周厝呢？莫笑笑，而且嘛无可能去解决嘛。伊总统伫遐吼重要的人事、国安、吼两岸，所以你有同意何志讲的讲，其实蔡总统无摆卡。我感觉第一无摆卡，无摆卡，但是是毋是权力有受到一点啊影响？因为选举输嘛，这个不管如何，人民的支持度、民调一定有降嘛，这是一定。哦，第二就是上重要就是这个议长吼，到底换什么人吼，做甲好歹吼，其实人一定还是看伊啦。啊，若无安尼大破大立，即个民众的即个观感安尼敢会好？李老师。确实啦，那像张老师讲，我甲张老师有意见较无共款一个。我是感觉讲哦，当然对蔡总统来讲哦，即马看起来是无摆卡，因为即马权力嘛搁伫个手头。问题就是讲吼，实际上吼，伊即马爱面对就是讲，今年吼，伊有法度即个在实情。吼，即个方面吼，有法度接触，互人民接受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讲，即个人民，即个新的团队、行政团队，甲新的即个民进党的党主席吼，两个会安怎合作？即个合作吼，才袂去影响到伊即个伊明年520落台迄个时阵的历史评价。这对于家己的。民主历史评价，最重要。所以你就想讲，蔡总统已经咧想迄天啊。确实，因为一定要想，因为知影迄天一定会来嘛。不管像即马做党主席，当然讲知影，即马准执主席是伊的副手。问题即马过来，即个副手有可能变成民进党的即个总统候选人提名人。啊，问题就是讲，即个立委要哪提名？要哪安排？哦，这嘛是民进党党主席的权利啊。对啊，啊问题党主席，这个党主席中央党部甲这个行政院、甚至甲这个总统府三方要哪合作，才互今年这个实情才袂摆卡，这才是蔡总统关心的啦。因为这若摆卡落去，不止。赖清德这个总统之路吼有问题，甚至伊这个蔡英文蔡总统有可能甲这个马英九甲陈水扁共款，做了2年以后，拢甲政权塞互别人。伊即马上惊是安尼。朋友，我是认为咧啦，蔡总统应该是无遐宽模啦。伊的想法，我感觉甲2008年时阵陈水扁总统迄个时代已经无共啦。迄当阵有11口嘛，民众家己有11口嘛，然后过来就是讲。迄当阵有真侪倒边的一个活动的咧，啊，造成讲社会大众对伊无信任嘛。但是你看即个台湾民意基金会内底所讲的，蔡总统的满意度还是50几趴嘛吼。但是我认为讲啊，蔡总统伊即摆的想法应该是爱顺利，甲民进党的执政的政权有法度顺利交出来啦。所以他做主持人，你讲了无毋对。赖清德副总统要来接即个主席选举的时阵。伊讲是炭坑内底金丝雀，这金丝雀呢，早期是因为炭坑的这个含氧量无够，必须用鸟啊落去饲，饲看这只鸟啾，去到遐以后就生存无。啊，袂发声就吱吱。对，所以赖清德意思是讲，即摆制度颠倒是重要。你爱想哦，他都讲改革，到底是党爱改革，执政爱改革，是倒位爱改革，民众谁都不满。你看伊办这几十场到地方的这个党员的座谈会内底，我甲你讲，民进党的党员大概是炮声隆隆，大家拢不假辞色，就开始骂呢，好歹拢做骂呢。但是伊要承受无，这是一个改革开始啊，过去敢有主席要安尼做，赖清德去做啊，这嘛是一种改革。过来第二件代志，我去赖清德咧选总统初选的时阵，伊有大量的这个。咱所谓有诶讲是王军啥去甲攻击啦，
但是我要讲的是讲，迄当阵上无包括倒英台，拢是维持讲民进党既然有人来登记，就必须要维持制度。制度这件代志对选民啊，这是党员这基本盘来讲真深，啊，再改革无？爱改革啊！啥怎？因为你看这个郑文灿，伊去做这个检讨小组的召集人的时阵，每一个检讨是啥？提名制度嘛，提名制度是要用征召的嘛。因为你讲的这个重点就是讲制度爱可能会做一寡改变，吼，这是头一个，这是对着党吼。但是后期他留落来问题就是讲。对着其他的所在，党主席手插袂入去哦。但是我爱阁甲大家提醒一件代志，民进党有一个立法院叫做党团，各党拢有。主席的行政，甲伊未来要选我头拄讲伊3个身份呢，这3个身份是要合作为一，才有法度去拍选战的呢。这只要一条线拆开就好啊啦，伊就莫讲蔡英文总统摆卡啦。这总统候选人嘛摆卡啦，政府啊是灵去吼。所以我的意思是讲，这1年外真重要的一个改革就是爱施政人民有感，才有可能甲选票佮继续相信执政党。有感。所以总统一定要做一件代志，就是讲府院党爱3方协调。这个协调的角色，不是干那赖清德法度去扮演呢。这是你总统的职权呢，所以我是认为有责任，包括总统的责任，伊嘛是要延续执政权嘛。这我是感觉讲，这是一个common sense啊，这一个领导者应该有这种 sense啊。我是相信蔡英文是有这个 sense。是，咱头一开始就讲吼，到底是因为做得好啊，民民无感觉，所以即卖重点叫做互人民有感。这件代志，还是讲真正来革新来改革，但是或是你头讲，要改革的人，即摆开始手佫插袂入去，到底民进党这盘要安怎来看？拄啊，各位老师拢讲到历史定位这个代志啦。我讲真正，哦，执政者就是国家领导人在想的，跟我们一般人想的不一样。某人他们每天跟民调已经拼了 N 年了。你说我卸任前1年还要跟你拼民调，告人还被添加呢？好，你说他说我希望我民调多高啊，我能够交接政权，我讲不咧想这啦。阿扁也不要想不要做啥？民航之旅的纪律的，哦，背甲乱七八糟，民众叫甲无落去。好马英九咧，尾啊嘛死会，是毋是共款？迄阵国民党嘛叫甲半死。历史定位是在这种地方找，不是在我卸任的民调啊。蔡英文现在要想的是说，我跟美国的关系，我可不可以去美国国会访问？那我来跟你讲来劲啦，那是不可能的代志，不要这样去想领导的，那个不会有历史定位，政权顺利交接。要顺啊交接啊，黑无历史定位，黑就是我赖清德做新的神而已啊，对，没有国家领导人，对，迄种位不是安尼想的，我就是在做一个无人做过的代志，好。这叫有历史定位，所以你爱你看，迄阵要寻求这个的时候，他不是在你用政党眼光去看事情，所以你用政党眼光去看这个事情就不会对啦。是，但是呢，上后尾就是3分钟每一个人都来讲咱不是专门在讨论民进党尔啦，那整个国家包括国民党嘛是开始咧查讲这个候选人是像，到底这个。尤其是乌金，这咱的拓白来讲，这唔那是民进党的代志啊，国民党也有。到底未来这1年上后尾大概要过年啊，这2党也好啊，还是民众党也好，是位老师。所以你的问题是？我咧问的就是讲民进党今嘛不管是这个行政院长有落来无落来，民进党的这个新的主席。要安怎来面对这个新局？你咱头讲你手就插袂入去，倒是插会入去，但是民友讲，党府院讲会协调，敢有可能是？我认为党主席对民进党来讲未来今年上重要就是立委的提名啦。对，这个是赖主席赖准主席唯一会当表现伊个人的政治实力。表现伊个人的这种改革的决心，制度改革，唯一的一项就是这件，其他政务的行政院长，除非伊继续担任，除非伊
总统是一副总统接任，无其他有站在，伊嘛袂讲话。但是伊本人会当表现的，就是决定什么人会当做民进党的不分区。吼，然后现任的立委提名应该无啥大问题。伫无提名的所在，提名什么好的人才去挑战国民党。我感觉这是伊做这主席今年唯一会当做的。好，李老师是啊，确实，其实我个人哦，对民进党这几年哦，这个乌金的这个恶化，其实足切心的，因为在我台南市就讲嘛，台南市是遮尼深绿的这个直辖市，啊，到后壁这个议长的选举竟然会变干呢，所以确实啦，你若真若无好好改吼，确实对。